各位 Android 嘅兄弟姊妹，我係發仔，同大家報個天大嘅好消息。我尋日7月2號中午至1點左右，一打開部手機就發現 Gemini 終於正式喺香港推出咗呢個強大嘅 Google Play 擴充功能啦。其實我一發現就想即刻同大家分享，但雖在尋晚上完堂返到去，想準備整片嗰陣已經成11、12點，甚至較到凌晨1點。嗰陣個人實在太夜，好眼瞓頂唔順，所以琴晚頂唔到出片。今日一醒，我即刻將呢個超正新功能嘅詳細懶人包寫好俾大家，教大家點樣用呢個功能有咩用。三大超方便神效，以前 channel 往往要入 Play Store 打死一個關鍵字，再慢慢睇邊個好。依家香港正式推出咗呢個擴充功能 ，Gemini 可以直接幫你翻轉成個 Play Store，特強防詐騙，自動篩選安全官方 App。近年 Play Store 多咗好多擬真度極高嘅山寨詐騙 App， 老人家或者一時睇錯，好容易下載錯中招。依家有 Gemini 幫高把關。佢會利用 AI 後台分析，直接幫你篩選出真正安安全全嘅官方正版 App， 將危險嘅山寨貨通通隔走，安全好多。用廣東話隨便問隨便騙，唔使再喺 Play Store 諗關鍵字，直接用廣東話同 Gemini 講，幫我微一個評分高，免費，而且冇咁多彈出廣告嘅剪片 App。佢就會自動幫你揸出最優質、最啱你要求嘅結果，一撳直達，秒速開 Google Play 畫面。Gemini 到啱心水嘅 App 之後，會出個小卡片，你一撳落去，手機就會即刻跳轉去 Google Play 商店嗰個 App 嘅正版專屬畫面，你直接喺畫面撳安裝就搞掂，連打字搜尋同驚騎錯 App 嘅時間都慳返。點樣叫佢出嚟？兩步極速開通教學，要用到呢個新功能，記得先跟住以下步驟去啟動佢。第一步，去設定開啟功能，打開你手機嘅 Gemini App， 點擊右上角你嘅個人頭像，選擇設定 Side 個人私濕 Resano 個人化思維服務 Personal Intelligence 或者擴充功能 Extensions， 睇行下係咪多咗個 Google Play， 即刻將佢勾選開啟。Toggle。第二步，喺對話入面召喚佢，開咗之後，平時同 Gemini 傾偈，只要用以下兩種方法就可以隨時叫佢做嘢。方法 A， 自動觸發，直接打廣東話指令，例如幫我喺 Play Store 最新最熱門嘅 RPG 遊戲，佢感應到關鍵字就會自動啟動 Google Play 擴充功能。方法 B， 強制召喚。喺對話框先打 @Google Play， 後面再加你想佢幫手嘅嘢，例如 @Google Play 幫我佢全香港最多人讚嘅天氣 widget， 咁就一定成功叫到佢出嚟。尋日中午正式推出，方便得嚟又安全。各位 Android 友，快啲跟住發仔一齊去開嚟玩下啦！大家都可以留言交流下，你部機收到呢個更新未？